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我也想通了。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谢谢你啊。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啊？你这个老公没白嫁吧？感动你个头啊！好好的气氛全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要去睡觉。哎，喂，方叔。啊喂，少爷，老夫人要出远门了。什么？出远门？哦，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起床！你自己去上班吧。奶奶要出门了，快快快，起床！什么？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，啊！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奶奶，奶奶，听说您要出去啊？啊，奶奶为了公司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有出去潇洒过呢。现在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家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，还有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家里上上下下，你不会看着办呢？这不是还有景熙呢吗？再说了，公司里的事情还需要奶奶去处理吗？我呀，我该放放手了。奶奶，你就好好出去玩吧。家里呢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的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次出去呀，就是想啊，给你们小两口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在说什么，你应该明白的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